老豆，姐，合起來！武漢人士，建設民主中國。你有冇冚啲人？
和無意中醒來，散落了一地螞蟻。螞蟻再猜成麻雀，麻雀如蛇游到你的罐子上，不假你手。是這樣嗎？死者是這樣嗎？未死的人。那個年輕的驗屍官發覺死者們每次體格檢查時，身長的逐月增加，都是在活子之後。他報告死神說：長官，槍子太高了。而他得到的回答卻是：不，他們瞻望正義。仁慈的青年驗屍官不識正義的容顏，不知正義的籍貫，不明正義的行蹤，那夜夜往動物園中到長頸鹿欄下去巡守去守候。當你俯身窗前，你只見仁慈的啞巴看客；當你寄居鐵鎖中，你只聽到知更鳥指骨撞斷的聲音。但是所有的樹都被殺死了，所有的夜都被炭照燈照亮了。即使這樣，你還是不知道正義的來源在哪裏。那個年輕的被指的死者認識高的容顏，認識高的籍貫，認識高的行蹤，那夜夜往動物園中到長頸鹿欄下去梳巡去守候。所有的強勢的都不忠國。被自殺的黃楊先生，被殘害的真相追求者，被失蹤毒打的上訪和百姓，被監禁的有名和無名的愛國人士，被剝奪權利的真相記錄者，被流亡遠方的異議人士，被擠壓在社會邊緣的下層人民，被天災人禍草草埋葬、含恨失去的生命，被體制扭曲得沒有夢想的年輕人，被資本和父權雙刃切割的女性，被盛世淪陷的每一個我們，都在明明白白的說：這不是盛世，這是一片不斷在張牙舞爪的黑暗，吞噬了無數的生命，殘酷害着活人的心靈和身體。黃楊先生走了，我們才認識他。願他和無數其他無名的戰士融化在我們的靈魂。每一個活着的人都是頑強的羔羊。2012年6月8日，香港。39別回來，加油！你翻來咯，翻來咯！快來我談要你，發光分腳讓你，快望在窗前睇哭你。你翻來咯，翻來咯！還是不肯翻來，縱死一回以往念。將被燒毀，但無法燒死的心。憑認者沒聽過快樂王子的故事，以為眼內都是石頭，但你風光了的影子，將永遠在盼望，讓良知不再被鎖禁，滿天燕子可以自由飛翔。43踏實的走好，傲然。其實你可以飛，外面的天空可比幽閉室大。你有去看過，但是你卻選擇留守，為了那些曾經年輕的希望。希望老去了之後，迎來的會是終結嗎？落在腿上的字，一個個刻進你的心，如同學生的血。早已在你殘缺
就知道你比視而不見、充耳不聞的人來得全圓，從來有心就能感受。你說你不回會回頭。